马可福音第2章。過無幾日，耶穌又轉到迦百農山，大家聽講他在木下嘅消息，千多人就聚集來，連門前也無空位。耶穌對佢哋講道嘅時節，有4個人講一個談風騙人來見耶穌，總係因為人千多，佢哋無法度將佢講到耶穌面前，所以佢哋就在耶穌停留嘅所在，對木杖插一隻空嘅，然後將騙人連佢所摔嘅錯車吹下去。耶穌看到這條人嘅信心，就對談風騙人講：先生啊，你嘅罪得到赦免了。有幾個經學教師坐在隔位，心中議論講：也個人講話勇敢按過分，而講侮辱上帝嘅話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乜人有殺罪嘅權柄呢？耶穌即時對佢哋心中想乜嘅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用辦按樣想呢？對那個談風騙人講，你嘅罪得到赦免容易呢？也係講看起來拿你嘅錯車行轉去較容易呢？這下我愛對你哋證明，人子在地上有殺罪嘅權柄，就對談風騙人講：我吩咐你看起來拿你嘅錯車轉去木下。個人就看起來拿起錯車，在大家面前行出去，眾人就非常觸驚，稱讚上帝講：我哋從來唔是看到咁樣嘅事。耶穌又到咗加利利湖邊，一大群人去到佢隔壁，佢就教訓佢哋，就是亞勒腓嘅奶爺利未，來聽我。利未就看起來聽佢。後來耶穌在利未嘅木下食飯，千多稅務員、老魔術交鬼嘅人也聽定佢來，當中也有千多同耶穌老家學生共下食飯。有啲法利賽人中嘅經學教師看到耶穌同犯人老稅官共下食飯，就質問家學生講：點樣辦？同稅官老犯人共下食飯呢？耶穌聽到就應講：天國嘅人唔是醫生，有騙嘅人真愛。我來嘅目的唔係愛扶受義人，係愛扶受罪人。有一擺，施洗約翰嘅學生老法利賽人同在嘅位禁食，有人來問耶穌講：施洗約翰嘅學生嘅老法利賽人嘅學生嘅禁食，你嘅學生嘅無禁食，係為到乜嘅呢？耶穌應講：新郎行在婚宴嘅宴席中，人客咁愛是禁食。新郎同佢哋共下嘅事，佢哋就唔是禁食。總係時間未到，新郎為本人對佢哋當中帶走，這時佢哋就愛禁食。無人用新布補舊衫，那係一樣。新布嘅布會擦裂舊衫，但空就行卡太。也無人將新酒裝在舊皮腿度，那係一樣。新酒會裝裂皮腿，酒老皮腿全部會打上去。新酒會裝在新皮腿度裝錯。有一個安息日，耶穌經過麥田，家學生也同佢向下行，佢哋一邊行一邊落到麥川。法利賽人對耶穌講：你看你嘅學生樣辦做安息日禁止做嘅事。耶穌應講：太尉老聽佢嘅人欠缺要妒忌嘅事做乜嘅，你都無讀過係無？即入去上帝嘅聖殿，食獻本上帝嘅餅。呢個事發生在亞比亞他做大祭司嘅時節，照我哋嘅法律，只有祭司才做得食呢個餅嘅。仲係太尉拿來食，要本本聽佢嘅人食。耶穌結論講：
安息日是為到人設嘅，人唔係為到安息日來存在嘅，所以人子也係安息日嘅主。